为帮助弱势，台南市原理企委结合各界善心人士甲力企业，平时主动来关进白米等物资。上午总共募集了864包的白米，这些白米拢是集合众人的力量，有的关进120包，有的上100包，总共1700多公斤，将关进予台南市安平的康复之家。我想康复之家长期在我们安平都照顾着这些真的很需要社会来关怀的一些朋友也相当的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也这样抛砖引玉可以踊跃的来为他们加油打气也可以来为他们支持共同为我们这些社会上需要这个协助的这些弱势的好朋友给他们更大的温暖。今天很感谢几位议员，还有阿水伯包子，还有我们潘师姐，还有少光董事企业公司来今天赞助我们今天的一些爱心物资的活动。那安平康家呢是在地的安平，我们在安北路33号那边，我们照顾一群身障者。那真的很感谢这一次社会大众对我们的帮忙与赞助，非常感谢。关键仪式包括市府社会局以及受政单位、安平康复之家的主理嘛拢亲自到场，并且一一颁证感谢状。除了白米，另外还有企业捐赠的现金以及其他的物资，嘛有民众热心来购买包仔、薏米等，希望提供康复之家收容的弱势族群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